葉童翻紅更獲老公珍惜，結婚37年突然瞓醒衝事業。葉童嘅演藝事業近2年再次起飛。早前佢作客內地綜藝節目《一路繁花2》，同劉嘉玲閒談嘅時候，坦言而家好開心，覺得展開不一樣嘅生活，同老公陳國希嘅感情更加好。佢自覺見識多咗，然後會覺得老公更珍惜佢，可能真係因為見面少咗。葉童自認以前冇咁大上進心，俾嘉玲笑指佢以前仲懶喺屋企。突然之間，佢竟然比自己積極咁多。葉童笑住承認突然瞓醒咗。嘉玲讚話：而家醒都唔遲，世界仲係好好玩。葉童認同唔遲，就睇你要唔要去踏出第一步，要唔要去衝。62歲嘅葉童同老公陳國希結婚37年，陳國希屢次爆出軌嘅傳言。葉童曾經回應事件，認為一些子虛烏有嘅事唔值得傷害彼此嘅感情。張文慈改變獨居習慣去適應老父，總之一個心態，爸爸永遠是對的。張文慈早前喺社交網透露，自從繼母離世之後，佢已經由內地搬返香港，同爸爸一齊住。為咗盡量多陪爸爸，不惜工作兩邊走，望能陪爸爸走過喪偶憂傷路。相隔將近1個月，張文慈再貼上坐港鐵嘅照片，留言表示好多生活習慣都要改變，畢竟一個人住咗咁多年。就好似簡單嘅例子，去廁所之後要拎起廁所板，爸爸可以一個菜食3日，呢啲生活習慣，你既然唔能夠去改變佢，你就只可以改變你自己去適應佢。加上而家佢冇開車，學習適應新嘅生活，亦都嘗試多坐公共交通，珍惜眼前人。總之一個心態，爸爸永遠是對的。